现在的议题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卫生局是来抽检市民的菜色，这当中52件呢是有13件无合格，这比率是有25%，包括着韭菜花、高赞塔、山药等等是拢有检到农药。另外呢，这榴莲的重金属也超过标准，卫生局是强调讲会加强源头的监测，也有农民的辅导。花开真鲜的菜色果子煞被验出农药残留。台北市卫生局5月抽检市场、超市、卖场这所在，发现52件抽检的菜色果子，有13件无符合规定，无合格率高达25%。农药一定有的，只是自己回家就要泡水啦什么的，就处理一下。挑蔬果，我比较喜欢挑新鲜的，所以我不会去超市买，我都在传统市场买。卫生局针对高风险产品加过期无合格产品加强抽检，即摆无符合规定的有韭菜花、高赞塔、芹菜、酸啊、莲雾加菜豆啊、山药，各验出1项到2项残留农药超标。另外，还有2件榴莲产品重金属镉含量超过标准。镉这一项呢不是第一次，以前也有其他产品有检出镉。那这个部分依照食安法是要求业者要先期改善，那我们呢会在改善期之后会再进行相关的一个抽验。那如果还是不符合规定的话，就会依法裁罚。事实上，去年9月到11月，菜色果子抽检无合格率嘛高达34%到37%。每日东北食一个巴肚内底，该做好源头的食安把关，农药残留若超过法定容许量，已经违反食安法相关法6万9农药。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，不得贩售。那产品如果是来源在外县市，我们也已请当地的卫生局进行调查。抽检不是结束，是开始调查落实管理。卫生局表示，落实源头的田内底检测，家己的产地加强辅导农民，之前的时阵正确用农药，将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，让民众食了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